2022年冬天，加拿大多倫多氣溫跌到零下10度，凍到呼出嚟嘅氣都變成一團白煙。就喺呢個時候，有一條街上面出現咗一個畫面，有個後生女仔孭住一個殘舊嘅背囊，着住單薄嘅外套，雙手插喺袋入面，成個人凍到縮埋一嚿。佢企喺一條人龍入面，同其他低收入人士一齊排緊隊。佢哋唔係排隊買飛睇戲，更加唔係排隊買緊咩名牌限量版，係排隊等緊派免費麵包同埋最基本嘅罐頭食物。呢個女仔叫做吳卓林，呢個名你可能聽過，又或者你根本唔知佢係邊個。但係只要我一講佢親生爸爸個名，你嘅下巴應該會跌咗落嚟。佢嘅親生爸爸係攞過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嘅國際動作巨星，係香港電影嘅傳奇人物成龍。據媒體報道，成龍嘅身家粗略估計超過50億港紙。佢有私人飛機，有全球各地嘅豪宅，仲係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係華人電影史上最成功嘅演員之一。而喺同一個時空入面，佢嘅親生女吳卓林就喺加拿大多倫多街頭排緊隊，等緊人哋派免費麵包俾佢。呢個畫面係香港娛樂圈近30-40年以嚟最令人難以置信、最令人心噏嘅一幕。你未必見過，但係你可以想象下，一邊係紅地毯、閃光燈、私人飛機，另一邊係寒風中嘅人龍免費麵包。呢種對比有幾極端，有幾荒謬。你可能會問，點解會搞成咁樣？一個爸爸點解可以對親生女完全不聞不問？係咩嘢令到一個億萬富豪嘅親生骨肉要去到外國街頭排隊攞免費食物，過住咁清苦嘅日子？今日我會用易經同傳統智慧嘅角度，同大家慢慢還原成龍呢30幾年嘅一段因果。記住，我唔係要批判任何人，亦都唔係要八卦人哋嘅家事，而係想透過呢啲已經發生咗嘅事實，去帶出一個好現實、好深刻嘅道理，就係喺因果面前，錢同名氣有時真係好渺小。冇錯，你可以揾好多錢，你可以攞好多獎，你可以贏盡全世界嘅掌聲，但係如果你生命中某啲最基本嘅嘢冇做好，命運會用一種你完全估唔到嘅方式，將一切還原翻出嚟。你身邊有冇啲家庭發生過類似嘅事？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故事。要由1999年10月講起。嗰一年發生咗一件事，令到成個香港娛樂圈翻天覆地。當時嘅亞洲小姐冠軍吳綺莉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佢公開宣布自己懷有新人，而且好清楚咁講咗一句說話：呢個小朋友嘅爸爸係成龍。呢個消息一傳出，全香港轟動。點解咁轟動呢？因為當時成龍已經同林鳳嬌結咗婚超過17年，佢哋個仔房祖名亦都已經16歲，讀緊中學。成龍正值事業巔峰，佢喺荷里活嘅地位節節上升。成龍呢個名更加係飛升國際，成為全球華人嘅驕傲。冇人估到會爆出一單咁樣嘅新聞。而吳綺莉當年係亞洲小姐冠軍，有樣貌、有身材、有事業前途，但係佢選擇咗公開呢件事，等於將自己擺上咗輿論嘅刀鋒上面。成龍面對呢件事，佢好快就召開咗記者會，佢冇否認個小朋友係佢嘅，但係佢講咗一句說話，呢句說話自此改寫咗幾個人物嘅命運。佢話：我犯咗全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就係呢一句說話，成為咗華人社會呢30-40年嚟對於男人出軌最經典嘅辯解句子冇之一。大家不妨諗真啲，呢句說話背後嘅心態係將一個非常個人嘅道德抉擇包裝成天下所有男人都係咁樣做。呢種講法將個人責任模糊化，將一個明明有得揀嘅決定講到好似天性一樣，冇得揀冇得避。我唔係要鬧成龍，
更加唔係要批判男人。我嘅責任只係將呢個事實擺出嚟，等大家自己去感受，因為呢句說話嘅重量直接影響咗之後發生嘅所有事情。大家有冇諗過《易經》入面嘅家人卦點樣講乜嘢叫做一個家庭應有嘅秩序？家人卦嘅大象傳有一句說話講得好好：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行。乜嘢意思呢？我用最簡單嘅廣東話同大家解釋，即係話一個君子，一個有擔當嘅人，佢講說話一定要有根有據，做事一定要有恆常不變嘅準則，咁樣先至可以維持到家庭嘅和諧同埋穩定。你試下諗下，如果一個人講說話冇根據，做嘢冇原則，佢嘅家人要點樣信佢？佢嘅仔女要點樣尊重佢？將自己嘅過錯包裝成天下，男人都會煩，正正就係言無物嘅表現。講說話冇根基，行為冇恒心，一個家庭嘅根基就會出現一道裂痕，而呢道裂痕一旦出現咗，就好難再修補翻。你唔信嘅話，可以自己感受下，身邊識嘅人入面，嗰啲成日講說話唔算數嘅人，佢哋嘅家庭係唔係真係可以好和諧？記者會之後，成龍做咗一個非常之決絕嘅決定，佢選擇徹底回歸林鳳嬌身邊，同吳以莉母女完全斷絕晒所有來往，唔單止唔見面，就連最基本嘅經濟支持都冇。據當時嘅媒體報道，成龍公開講過話，自己嘅幾十億身家係絕對唔會分俾吳以莉母女一分一毫。佢嘅遺囑寫得好清楚，所有財產全數留俾太太林鳳嬌同埋仔房祖名。如果單從法律嘅角度去睇，成龍保護咗合法婚姻同原配嘅權益，佢喺法律層面係完全冇錯嘅。法庭唔會要求一個男人一定要分錢俾婚外情嘅對象同埋佢嘅小朋友，但係如果從傳統文化同埋因果嘅角度去睇，對親生骨肉嘅徹底遺棄係一個極大嘅道德缺口。喺華人社會嘅傳統觀念入面，血緣係一件好嚴肅嘅事情。你既然帶咗一個生命嚟到呢個世界，無論法律點樣寫，你都有最基本嘅責任去面對佢。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句廣東話鬧人嘅說話，叫做有爺生冇乸教，意思即係話一個細路由爸爸生咗出嚟，但係冇媽媽去教佢，搞到冇規冇矩，冇大冇細。吳卓林嘅情況啱啱好調翻轉，係有乸生冇爺型。一個女仔由細到大都知道自己嘅親生爸爸唔要自己，唔肯認自己，呢種傷害絕對唔係錢可以衡量得到嘅。我唔係叫你哋去判斷成龍啱定錯，我只係將當時發生咗嘅事實原原本本還原出嚟，等大家自己喺心入面去感受一個男人喺人生嘅關鍵關口所做嘅選擇係會點樣影響下一代嘅命運。成龍選擇咗切割，表面上解決咗問題，佢翻去林鳳嬌同房祖名身邊，繼續做佢嘅國際巨星，繼續拍戲，繼續賺錢，繼續攞獎。但係命運嘅齒輪由呢一刻開始已經靜靜咁轉動咗。大家有冇諗過嗰個仲喺阿媽肚入面嘅女嬰，即係後來嘅吳卓林，佢仲未出世，但係佢嘅命運已經俾人寫好咗。佢被標籤為私生女，佢被標籤為一個唔應該存在嘅人，佢仲未見到呢個世界嘅陽光，就已經俾人用一個好大嘅叉畫咗喺佢個名上面。我喺度停一停，問大家一句說話：你哋身邊有冇見過一啲小朋友因為上一代嘅決定而要承受一啲完全唔關佢事嘅痛苦？有嘅話，你不妨喺心入面諗一諗，呢個就係人生最無奈嘅地方。吳卓林一出世就被媒體叫做小龍女，呢個花名聽落好似好得意，但係你諗真一層，呢個名本身就係一個標籤，佢嘅身份永遠同成龍嗰個私生女呢個記認綁死咗。佢由幼兒園開始到中學
狗仔隊長連累月，跟住佢返學同放學，佢嘅同學點樣睇佢，佢嘅老師用咩態度對佢網上嘅討論區點樣講，佢全部都係圍繞住佢嘅身世，而唔係佢呢個人本身。一個小朋友根本冇得揀，但係佢被逼要承受晒大人世界留俾佢嘅所有後果。呢啲係乜嘢？就係無辜。已經有一個卦叫無妄卦，天雷無妄講嘅係乜嘢意思呢？就係無緣無故降臨嘅災禍，冇原因、冇道理、冇得解釋，更加冇得反抗。無妄之災呢4個字就係吳卓林童年最真實嘅寫照。佢冇做錯任何嘢，佢冇得罪任何人，但係由佢出世嗰一刻開始，就要孭住一個佢根本冇份決定嘅命運，孭住一個佢永遠都甩唔到嘅身份。呢種就係人生最令人唏噓嘅地方。在座咁多位師兄師姐睇到呢度，可能會覺得心噏，一個女仔有咩罪過呢？點解要承受呢啲嘢？但係命運從來都唔會同你講公平，佢只會照住因果嘅軌跡一路行落去，而行緊嘅人就係吳卓林。更加令人心痛嘅係吳卓林要面對嘅唔單止係外面嘅世界嘅眼光，仲有佢屋企入面嘅困境。據媒體多年嚟嘅追訪報道，吳以莉獨力撫養個女情緒長期都唔穩定。你試下企喺吳以莉嘅角度諗一諗，佢一方面要承受被成龍徹底切割嘅羞辱同埋孤立無援嘅處境，一方面要獨自面對傳媒無日無之嘅追訪壓力，仲要一個人諗辦法湊大個女，冇人幫，冇人伸出援手，所有嘢都係自己一個人頂住。佢本身都係一個受害者，呢一點係真嘅。但係問題就喺呢度，當一個受害者冇辦法好好處理自己嘅傷口，冇辦法好好疏導自己嘅情緒，佢身邊嘅人，特別係最親近嘅小朋友，就會成為二次嘅受害者。呢個就係因果鏈嘅延伸。一個人嘅痛苦會傳染俾身邊最親嘅人。喺2015年，吳卓林曾經向學校求助，話俾媽媽虐打呢件事，最後搞到上咗警署，成為咗社會新聞。2017年，吳卓林更加一度入院，要接受精神科嘅治療。嗰陣時，佢只係一個10幾歲嘅少女。大家試下企喺吳卓林嘅角度去諗，佢由細到大俾人叫做小龍女，但係佢根本冇爸爸。學校嘅同學會用咩眼光睇佢？會唔會有人笑佢？會唔會有人蝦佢？佢返到屋企面對嘅係情緒唔穩定嘅媽媽，長期嘅壓力，長期嘅壓抑，佢可以同邊個講？佢嘅辛苦又可以點樣表達出嚟？呢啲情緒嘅出口如果揾唔到，最終只會變成2種結局。第一種係向內爆發，傷害自己。第二種係向外爆發，徹底咁反叛。呢個世界冇人幫到佢，咁佢就唯有自己救自己。吳卓林選擇咗後者。2017年，吳卓林公開出櫃，宣布自己係同性戀者。呢個消息一出，又係一單大新聞。2018年，佢同佢嘅外籍伴侶安迪喺加拿大結婚，當時佢只係得19歲，仲係一個好後生嘅女仔。之後佢同媽媽嘅關係正式決裂，佢決定遠走加拿大，離開香港呢個地方，離開呢個由細到大都係鎂光燈追住佢嘅城市，離開呢個佢從來都冇被真正接納過嘅屋企。佢仲喺社交媒體上面公開咁講咗一句說話：我唔係成龍個女。請大家諗真啲，呢句說話有幾重嘅分量？一個親生女要公開否認自己同爸爸嘅血緣關係，要用同樣嘅切割去保護自己。呢種切割同當年成龍切割佢哋兩母女係何其相似，你諗下嗰個畫面。當年嘅爸爸選擇唔認個女，今日個女大個咗，佢用同一把刀，同一個方式反過嚟同個世界講：我唔認呢個爸爸。易經小畜卦入面有一句說話講夫妻反目，
講嘅就係家庭內部嘅失和同埋分裂。當一個家庭嘅基礎係由否認同埋切割去建立嘅時候，下一代學到嘅處事方式就係用翻同樣嘅方法去處理關係。吳卓林否認成龍係佢爸爸，同當年成龍否認佢哋母女，本質上係同一種行為模式，只不過施同受嘅角色調轉咗，當年種落嘅因變成咗今日嘅女手上嘅果，而呢個女仔帶住滿身傷痕，帶住一個破碎嘅姓氏，孤身一人去到地球嘅另一端，去到冰天雪地嘅加拿大，準備開始佢所謂嘅新生活。但係現實嘅加拿大並唔係佢想象中嘅避風港。一個10幾歲嘅女仔，冇大學學歷，冇工作經驗，冇家人支持，身上亦都冇咩積蓄，喺一個完全陌生嘅國家，你覺得佢可以點樣生活？2022年年尾至2023年年初，加拿大多倫多嘅氣溫跌到零下10幾度，街上嘅積雪厚到可以浸過腳眼。就喺呢個時候，有當地嘅華人網民拍到一段片，畫面入面見到吳卓林孭住一個殘舊嘅背囊，衣着單薄，成個人喺寒風入面凍到縮埋一嚿。佢企喺一條長長嘅人龍入面，同其他低收入人士一齊排緊隊。呢條人龍有老人家，有傷殘人士，有失業嘅打工仔，仲有佢成龍嘅親生女。佢哋排嘅係咩隊？係當地食物銀行嘅隊伍，等緊派發免費麵包同埋最基本嘅罐頭食物。呢個時候佢只係20歲出頭，一個應該係最青春、最有活力嘅年紀。但係你喺佢面上睇到嘅係疲憊，係無奈，係一種同佢嘅年紀完全唔匹配嘅蒼涼。你哋可以喺心入面想象下。呢個畫面，一個20歲嘅女仔喺冰天雪地嘅加拿大街頭，同一班陌生人一齊排緊隊，等緊人哋派免費食物俾佢。佢嘅親生爸爸係邊個？係成龍，係嗰個喺紅地毯上面俾人影相嘅國際巨星，係嗰個攞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嘅華人傳奇，係嗰個身家據媒體估算超過50億港紙嘅億萬富豪。與此同時，成龍喺邊度？喺做緊咩？2016年，成龍獲頒奧斯卡終身成就獎，係華人電影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嘅演員。成個荷里活嘅巨星起立為佢鼓掌。佢嘅身家據媒體估算超過50億港紙，擁有私人飛機，全球多地嘅豪宅。佢喺內地係國家級嘅文化符號，出席兩會上春晚，係萬眾矚目嘅國際巨星。佢嘅電影全球票房加埋超過幾百億港紙，一邊係紅地毯、閃光燈、奧斯卡獎座、私人飛機幾十億港紙，身家全球影迷嘅掌聲。另一邊係加拿大寒冬，食物銀行排隊等派免費麵包，居無定所，三餐不繼，孤身一人。呢個唔係電影劇本，呢個係真實發生緊嘅事情。而佢哋兩個係有血緣關係嘅親生父女，呢種極端貧富嘅血脈反差，係香港娛樂圈有史以嚟最令人唏噓、最諷刺嘅畫面。大家試下合埋眼諗一諗，一個係天上嘅巨星，一個係地下嘅凡人，但佢哋嘅血管入面流嘅係同一樣嘅血。你話命運係唔係好識得玩嘢？你話因果係唔係好識得揾人埋單？成龍喺電影裏面永遠係拯救世界嘅英雄，警察故事嘅陳家駒， A 計劃嘅馬如龍，佢喺銀幕上面救過無數嘅人，打低過無數嘅壞人，但係現實生活中佢連自己嘅親生女都救唔到，更加準確咁講，佢選擇咗唔救。呢個就係英雄嘅另一面。已經最核心嘅智慧係乜嘢？就係陰陽辯證，陽極就會生陰，盛極就必定會衰。呢個唔係迷信，而係自然界嘅規律。日出之後就會日落，月圓之後就會月缺，所有嘢去到最盡嘅時候就會向相反嘅方向轉化。成龍喺事業、財富、名譽上達到咗極致嘅陽，但係家庭倫理上嘅陰
即係佢對親生骨肉嘅缺失同埋虧欠，形成咗一個巨大嘅不平衡。呢種不平衡唔會自動消失，更加唔會因為你有錢有面而放過你。佢會透過一對仔女嘅命運，重新喺世人面前顯現翻出嚟，等全世界嘅人都睇到。我唔係話成龍抵死或者報應，我只係想大家睇清楚一個道理：當一個人將所有精力放晒喺外面嘅成就，而選擇性咁忽略咗家庭內部最基本嘅倫理責任，咁無論佢喺外面攞到幾多獎，揾到幾多錢，翻到最基本嘅血緣關係面前，全部都係冇用嘅。喺呢度，我想問一問咁多位師兄師姐，你哋覺得錢同埋親情邊一樣更加重要？不妨喺心入面諗一諗，唔使急住答。但係成龍嘅故事仲未完，因為佢要面對嘅子女債唔止一個女。講到呢度，就一定要提成龍同林鳳嬌生嘅親生仔房祖名，同吳卓林完全相反。房祖名可以話係含住金鎖匙出世，由細到大佢住嘅係豪宅，讀嘅係國際學校，出入有司機接送成龍。喺呢個仔身上投放咗大量嘅資源，送佢去美國讀書，安排佢入娛樂圈，親自帶佢拍戲，幫佢鋪好晒星途。房祖名出嘅唱片、拍嘅電影背後都有成龍嘅影子。成龍想將呢個仔栽培成自己嘅接班人，將自己嘅演藝王朝一代一代咁傳落去。但係命運嘅劇本往往同人嘅計劃相反。2014年8月，北京警方喺房祖名嘅住所搜出大麻，佢因為容留他人吸毒嘅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個月，一夜之間星途盡毀。成龍花咗10幾年時間鋪嘅路，用心血同人脈砌出嚟嘅演藝事業，就咁樣斷咗，斷得好徹底。直到今日，房祖名都冇辦法重返主流娛樂圈，佢嘅演藝生涯基本上已經畫上咗句號。當年成龍為佢鋪嘅每一條路、每一扇門都閂晒。事後成龍公開講過一句說話，佢話：我唔係一個好爸爸，承認自己對兒子疏於管教。呢句說話同當年佢講嗰句全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態度。一個係推卸，將責任賴俾全天下男人；一個係懺悔，承認自己嘅失敗。但係有啲嘢唔係你肯認錯就可以翻轉頭，時間過咗就係過咗，傷害造成咗就係造成咗，已經家人掛。強調4個字：父父子子。乜嘢意思呢？即係父親要有父親嘅樣子，兒子先會有兒子嘅樣子。呢個唔係話父親要有幾威嚴，而係話父親要透過自己嘅身教同行為去建立一個仔女可以仿效嘅榜樣。成龍忙於事業，對房祖名嘅管教長期缺位。佢俾咗房祖名最好嘅物質條件，最優越嘅成長環境，但係取代唔到最基本嘅身教同埋陪伴。出事之後先發現，原來咁多年嘅金錢供應喺真正嘅家庭教育面前係幾咁渺小。而喺地球嘅另一端，吳卓林亦都用佢嘅方式回應緊呢位從未喺佢生命中出現過嘅爸爸。佢多次公開表示唔承認成龍係佢爸爸。2018年，佢喺網上發布咗一條影片，第一句說話就係：我係成龍個女。呢句說話唔係驕傲，更加唔係自豪，而係一種控訴。佢要用呢個佢最想擺脫嘅身份去換取外界嘅關注，去講出自己嘅困境。一個女仔要走到呢一步，用自己最憎恨嘅標籤去做自我介紹，背後嘅絕望有幾深，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下。中國傳統文化入面有一句說話叫做兒女皆是債。有人覺得呢句說話好消極，好似將仔女當成負擔咁樣。但係你諗真一層，呢句說話其實好深刻。所謂嘅債唔係話仔女係你嘅負累，而係話你點樣對待你嘅血脈親情，你點樣履行你做父母嘅責任，最終都會以某種方式
反映喺仔女嘅命運身上。呢個唔係迷信，而係人生嘅規律。你種咗咩因就收咩果，呢個道理放喺家庭關係上面一樣適用。成龍嘅案例係一個好極端嘅示範，佢盡咗力栽培嗰個仔房祖名，俾最好嘅資源，鋪最好嘅路，但係因為疏於身教，最終涉毒隕落。佢徹底放棄嗰個女吳卓林，一分錢都唔俾，一次面都唔見。而呢個女就喺加拿大街頭排隊攞救濟糧，兩個方向，兩種態度，但係殊途同歸，兩個結果都係相同，冇一個係好結局。而經坤卦嘅文言傳有一句好重要嘅說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呢度嘅積字係關鍵。你每日做嘅每一個選擇，對家人講嘅每一句說話，都係喺度積緊一啲嘢。成龍當年選擇切割、否認、逃避，每一次嘅選擇都係喺度積不善。而呢啲積20幾年之後，變成一對仔女喺公眾視野下嘅悲劇。有句廣東話叫有咁啱得咁巧，意思即係話呢個世界冇咁多巧合。當一連串嘅巧合不斷咁發生，當一件又一件嘅悲劇接連咁出現，其實就係因果嘅必然。我哋回顧成龍呢30幾年嘅一段因果，由1999年嗰句全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開始，去到2022年加拿大街頭嗰條領救濟糧嘅人龍中間，經歷咗一個兒子嘅涉毒入獄，同一個女兒嘅決絕否認。成龍喺電影入面係打不死嘅英雄，佢由香港嘅唐樓打到去荷里活，由一個武師打成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論事業、論財富、論成就，佢確實係華人嘅驕傲。但係喺因果面前，呢一切都幫唔到佢，因為因果唔睇你攞過幾多獎，唔睇你賺過幾多錢，因果只睇一樣嘢，就係你點樣對待你嘅血脈至親。而經家人卦話，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乜嘢意思呢？就係話父母係一個家庭嘅根基，根基孭咗上面嘅嘢，點樣都唔會正最後。我想同咁多位師兄師姐講，唔好將呢條片當係八卦新聞咁睇，試下換個角度問下自己，我哋每一個人喺自己嘅家庭入面，有冇一啲應該面對，但係選擇咗逃避嘅責任？有冇一啲應該講，但係一直冇講嘅說話？如果你睇完呢條片，覺得心中有啲嘢浮現出嚟，不妨喺留言區打4個字：積善之家。等呢4個字提醒我哋每一個人做人嘅根本，在於你點樣對待身邊最親嘅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願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喺有生之年修補，應該修補嘅珍惜，應該珍惜嘅。如果你曾以呢類型嘅內容，用易經同傳統智慧去解讀現實世界嘅因果故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岑公粵意撳埋個鐘仔咁樣，每次有新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我哋下次再見。